小姐，请坐。小姐，请坐。小姐，请坐。你好，我母亲最近刚过世，我要办理相关手续。很好，我母日参葬过身，我托骗相关手续。很好，我母日参葬过身，我托骗相关手续。请节哀，我需要您母亲的户口名簿和死亡证明书。好。上节爱，我需要和阿母的户口簿和死亡证明书。好。上节爱，我需要和阿母的户口簿和死亡证明书。好。有带您自己及母亲的身份证印章吗？入水很值价，和阿母的身份证认住吗？入水很值价，和阿母的身份证认住吗？都在这边，麻烦你。拢在抓，得很，拢在抓，得很。你要申请几份储户户籍誊本？现特申请纠纷，妻夫户籍誊本。现特申请纠纷，妻夫户籍誊本。2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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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吗？建议多申请几份，后续很多程序都会需要哦。2份那么，建议加申请加分，后下进度程序能别容错。2份那么，建议加申请加分，后下进度程序能别容错。那我申请6份。我申请6份。我申请6份。好，请稍等。好，请等一下。好，请等一下。请问你知道我再来是要去国税局吗？请问现监地，我过来是要开骨废口是吗？请问现监地，我过来是要开骨废口是吗？您母亲有留下什么财产吗？现阿母遗留我的财产吗？现阿母遗留我的财产吗？我母亲有留下一块地，我姐姐叫我去办理分割继承。我母就留这条土地，我姊是我去骗分割继承。我母就留这条土地，我姊是我去骗分割继承。好的，我建议你要先到地政事务所请领地籍誊本。好，我建议现在先去地政事务所请领地籍誊本。好，我建议现在先去地政事务所请领地籍誊本。再过来到国税局申报遗产税，接着又到税捐稽征处。再过来去骨废口申报遗产费，接下来也可以费建开进去。再过来去骨废口申报遗产费，接下来也可以费建开进去。查询有无欠缴的地价税跟房屋税。查问有无欠纳地价费和物费吗？查问有无欠纳地价费和物费吗？最后再到地政事务所办理分割继承登记。条尾将个开地政事务所骗分割继承登记。条尾将个开地政事务所骗分割继承登记。这么复杂啊？认夫插。听起来很复杂，但其实只要资料备齐，听起来真复杂，其实只要资料真皮切切。听起来真复杂，其实只要资料真皮切切。依着程序办理，1周内就可以办理完成了。就清晰来骗，1礼拜内7月让骗好。就清晰来骗，1礼拜内7月让骗好。我知道了。我知啊。6份誊本总共90元。6份誊本能总90块。6份誊本能总90块。便是储户户籍誊本，一共6份，请你清点一下。这是妻夫户籍誊本，能总6份，请喊清点一下。这是妻夫户籍誊本，
2.6分，请喊请等一下。没错，冇错，冇错。这样就办理完成了。请能配合啊！请能配合啊！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落力现。好，落力现。